嚟到而家，我需要停一停，諗一下。明知佢有動力㗎啦，主要我仲係睇上升，但係佢亦都可以下跌喎。如果我買股票嘅話，有一半成嘅成功機會。橫行嘅時候，我係唔使輸㗎。主要我只係睇上升定係下跌，而上升嘅時候有7蚊嘅盈利，下跌就係5蚊。如果我以牌面嚟比較，上升所得到嘅利潤比下跌嘅損失係多40%，即係話股票都可以諗㗎。而我哋可唔可以用期權呢？我知道期權可以用比較少嘅資金嚟買一個機會，最緊要我係點樣去安排嘅啫。所以我就需要一啲實用嘅工具，期權總管嚟幫我計算我嘅贏輸比例、贏面究竟係高定係低，係咪值得投資呢？當然有個好嘅工具，我哋都仲係需要做功課㗎。咁我哋可以建立好多個策略，然之後喺呢啲好嘅策略裏邊再揀個最好嘅。我知道常用嘅策略有幾十個，咁究竟點揀呢？因為上升嘅利潤比較大，而且贏面比較高，所以我淨係局限睇看好嘅策略就得啦。即係話我將幾十個策略除去咗橫行同埋下跌，即係唔要咗2/3，咁大概只剩翻1/3，通常只係得10零個左右。然之後我再喺呢啲睇好嘅策略之中，再選擇適合嘅策略。我只係需要建立幾個策略就夠㗎啦。